台中一个少年人无驾照，佮驾酒赛车撞红灯，撞4人，抑佮绕跑。台中地方法院今日一审宣判判10档。加强会馆的防护措施，空军表示 F-16V 战机会按自动防弄地系统，按算伫2028年来完成。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亚南韩电子入境卡系统，甲咱列做中国台湾，这引起讨论。总统赖清德的表示讲，希望韩国会当尊重咱台湾人民的意志。也外界就咧讨论讲咱敢会禁止韩国团体来反制。文化部长李婉表示，文化部上大的功能就是呈现台湾文化主体性。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机场满满拢是人，拢是准备要出国的旅客。这几年因为影视界寒流，台湾人去韩国旅游继续成长。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今年前9个月到韩国旅游的有136万4496人次。韩国人到台湾旅游是69万6175人次。韩国观光公社定日指出，台湾旅客是南韩的第3大客源国。今年目标希望有160万名台湾旅客去韩国旅游。不过，南韩电子入境卡烂会议将咱国表示是中国台湾。外交部表示会重新检视台韩关系，外界也关注，敢是会禁止韩团来反制。韩国人对台湾的兴趣在这两年非常的高，他们也非常能够区隔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所以就产业立场来讲，文化部会尽量让台湾的文化出去。产生文化外交，我相信很多国家都非常清楚台湾的文化跟中国文化的差别。外交部政务处长陈明基回应，无实施所谓手段，只是提起，其实台湾甲南韩伫经济产业拢处伫竞争关系。根据经济部国务署资料，台韩贸易去年逆差达到229亿美金。扩大台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电子零组件的贸易。台湾是 AI 电脑主机生产的重点，需要大量为韩国进口高频宽记忆体 HBM， 用来封装甲整合相关 AI 产品。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甲韩国的民间交流真密切，经贸往来也真济，希望台韩会当维持友好的关系，促进两国各方面合作。我们希望韩国也能够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让两国都能够携手前进，稳定区域的和平，同时也能够促进区域的繁荣发展。针对中共解放军最近伫日本南韩4科会进行军事骚扰，相关区域紧张，赖总统表示，这是进步适当的行为，也呼吁中国应该爱体现大国的责任，和平无价，战争无赢家，和平爱靠各方来促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若想要申请美国签证，就要注意新的规定。美国在台协会表示讲5种签证想要来申请来入境美国，就要甲社群媒体口罩设定做公开，来进行必要审查。好，美国安尼做，学者都认为讲这是凸显川普的风格，用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进行管控。国在台协会 IT 伫面才提醒，为15开始，要申请5种签证入境美国的民众，社群媒体口罩的允许设定，来调整做公开以便审查，其中包括高技能人才、非移民专业性人员的 H1B 签证甲配偶，也是无满21岁囝儿的 H4 签证。阮实际访问伫西高湾工作的台湾人，因为现在恐惊冲击当地外籍员工，尤其针对印度的族群。像之前他首先提出来就是新申请的，一定要在境内。不然的话，他就会给你很高额的那个申请费。那再加上现在又要加是你要把社群公开，不论是你已经有就是你正在申请工作签证，或者是你要有工作签证，然后之后要申请绿卡，就是会给很大的心理压力。当地台湾人表示，过去大家常讲的美国人为留学找到工作了后，申请签证到申请绿卡，然后慢慢得到移民机会，即马恐惊更较困难。包括学术学生的 F 签证，也是职业训练的 M 签，也有高学生的 J 签。那申请前的允许设定是私人还是有限，可能会认为可信度不足。学者认为，这凸显川普2.0的风格，以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控管。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其实川普政府对于部分的美国大学也施展很多的压力比如说他要求外国留学生的数目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单一的国家也不可以。那第二是他不希望
进入到美国念书，具有那种反以色列反犹或者支持比较极端主义的这些人，他是列为是不欢迎的，所以他也从好多方面下手。美国早伫进前就已经针对学生甲交流访客做类似审查，即马现在更加扩大范围到高技能人才甲因的家属。国务院指出，美国签证是特权，而毋是权利，也强调每一摆签证审查拢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台中一个23岁少年人，伊无驾照，煞伫咧今年3月初8驾酒赛车撞红灯，弄死人还阁落跑。台中地方法院今仔日就一审宣判关院10档，死者的家属表示讲判遮尔轻是无法度接受。弄死医科大学生的450人，一审予法院依照啉酒赛车造成人死亡累犯判处9年，造成事故逃走致死累犯判处5年，两罪应该执行几10年。这款的结果，予死者老爸情绪真激动，无法度来接受。台湾酒驾肇事、酒驾致死的刑责实在是太轻了，完全不符合人民的期待。也让酒驾的人有侥幸心态。医科大学生的老爸认为讲，刑度难以庭前公平正义，就来甲律师来建议是毋是上诉，也对甲车救护这458人的车主来提出民事要求赔偿。这案件是发生伫今年3月初8，458人弄死姓陈的医科大学生了后逃走，了后伊向警方投案。等于讲458人虽然是累犯，不过因为是自首，符合这个减刑的规定。综合承办员警到庭的证述。以及以及本案的这个拘票、职务报告等证据资料，认为被告查获的过程符合刑法第62条减刑规定。等于指出，合议庭认为458人即摆所犯的2罪拢是加重其刑，不过查核过程是符合减刑的规定。因为这款的判决，法界人士是认为也属合理。判处10年，对被害人家属认为是难以抹平的痛，所以本案在2审当中。被告是否会再判处更重刑，可能是双方面攻防的重点。依照酒驾致死，他判到顶了，那我觉得就是要这么做。处罚已经是最后了，后端了，我们希望能够前端做好预防。高淑珍秘书长讲，依据刑法的规定，啉酒赛车致使人死亡，应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刑期。不过也是无法度来弥补家属的伤害，因若对着啉酒赛车的人除了处罚，加强预防，也个避免累犯一再来发生，这拢是爱加强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这边一间高中讲有学生毋若伫学校食电子烟，哪像阁有食依托咪酯，就是人讲的丧尸粉团。出现讲规身躯会喘、惊落袂知，才会中毒的镜头是惊到同学。国教兵就表示讲毒品进入校园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呼吁政府要赶紧修法，禁止学生有电子烟、有咖喱粉才会载具、才会粉团来保护青少年。桃园一间高中摆发生一个学生伫短短2节课内底，毋但使电子烟，互老师发现处置，佮疑使用含有一级毒品依托咪酯成分的粉团出现全身皮疹、走路未稳、意识无清楚，倒伫桌顶才会中毒症状，互同学拢真惊吓。事发的时间为早上第1、2节课，不少同学因为亲眼目击了该生吸食毒品过后的反应而吓哭。我们也要求教育局导入心理辅导资源入校。教育局表示，已经请学校针对看到学生启动心理辅导，也说明处理流程。7月早起，学校马上通报教育局甲少年队，中昼学生由家长带回去，伫厝进行1礼拜教育辅导。提到伫家长的同意之下，带女同学到学校接受少年队的询问，各使用喙瘰快筛检出毒品的反应。学校已完成校安通报，并于知悉为疑似毒品后，通知少年队采证，初筛为阳性，后续将送专业机构鉴定，并视结果移送少年法院及启动春晖机制。进校来查处，那也查扣了相关的毒品的一些器具。那我们后续送我们的鉴定公司来鉴定是否有毒品的成分。少年队表示，闹毒品成分会依照警察定数马上溯源调查。去年到今年，校园清楚溯源已经6件做有效以上。国教明批评丧尸分段绝对不是高限，毒品进入校园空棚继续扩大，呼吁政府赶紧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提电子烟、加在粉顶载具甲分段，高设立法则加查考依据，互校园的第一线人员用有效做依据。真正落实预防甲保护青少年的健康。
记者综合报道。基隆河受到污染，地区当地用水有怪味，是影响18万户。即马检调已经掌握，怀疑是合法的工厂用违规的设备造成污染，意思就是讲用合法来暗号违法。也大水呢，即马是按算分2阶段来处水。明仔早起8点开始第1阶段，暗时未抽水，等到检验确定讲真正无问题，才会恢复规工来处水。离基隆河北都抽水站水头大约2.5公里的河道，村内垃圾油浮出来，追查了后发现是远湾路102巷的沟仔排出的。到底啥是11月27水道水污染事件真正的凶手？环境部研判这是高级阶的偷排放事件，也发现这污染甲进前掠到的国光客运保养修理厂，还有正风程度的污染明显无同。时间没有在持续的排放，所以有可能是单一的偷排或怎么样的情形，它的有的特性跟这2家出来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另外有其他的污染来源。环境部指出，这个事件的污染热点就伫这条沟仔四边的区域，也若真正凶手是啥物人，检调已经介入调查，因为侦查无公开，无法度讲出是倒一间。不过目前会当讲的，就是废油垃圾水来自合法登记的工厂，伊内底有无应该有的污染设备，真可能伫水源水质保护区用合法暗号非法。掌握了一些特定的对象，后续呢，我们会督导环保局依法跟相关的法规做相关的一个停工跟拆除相关设备的要求。27透早发生污染较大，基隆河水质目前检验拢下标准，地水公司拍算分阶段处水，第1阶段伫11透早开始处水，不过暗时唔处，降低风险。检验了若无问题，才恢复规工的处水。观察检测，如果这2天都很正常，没有油气味，我们才会启动第2阶段。那第2阶段就是全日来互抽。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还未接到水公司通知要恢复处水，也拢唔知影中央部会开记者会内容。市府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告知，也不知道他们要开什么记者会。蛮可惜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从事情开始后，我们都是跟水公司、经济部以及环境部通力的合作。其实透早9点，包含基隆市府甲中央各单位当咧开会讨论后续的代志，为着抓出水源水质保护区的污染行为甲设备，环境部建议基隆市府组跨局处联合稽查小组，也来补助这项稽查专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咧寒人禽流感就较高端，也中华目前已经出现8场禽流感的案例。因为中华是饲禽类全台湾饲上济，县府的发药品和专关的养禽场，希望业者加强消毒，降低疫情的风险。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表示讲，大城、丰原、德长、莅林养禽户是占上济，已经发消毒的药啊、加记录簿啊，和这些乡镇所有养禽户，要来加强安全措施，降低禽流感的风险。要来讲有业者哦，申请讲要伫咧嘉义东石一大农地去饲鸡场，也即个饲鸡场呢，离徛鸡厝干那300公尺，好遮尔近。这个消息一个出来，当地居民呢就惊讲有污染会来影响生活，转去抗议。也针对这站哦，农业处表示讲会要求业者甲居民来沟通，找出共识。有抗议的布条啊，就包围村民伫村长的传领，早早起来到嘉义东石合一村一块农地，抗议业者伫遮起大约300坪用了3万只两鸡的鸡舍。无沟通，也无来说明，空气污染当中啦，我国嘛无到丰收啦，拢有受到影响的污染啦吼。咱起甲变，反正大家拢臭烘烘，吼。大家这乡亲，包括咱这个村长，大家拢做反对去加调的。工地外壁广告，业者计划起现代化密闭式两鸡场，以关乎相关指引，爱设虽然降温甲通风，排气除臭设备，加设围网防止土粪飘散，也毋过会越顶入，溪下港口甲555村又话烦恼。未来鸡舍臭味顶会影响生活污染农地，即期业者安怎会当伫离主题区至300公尺所在起鸡舍，要求另外一所在。原本的自治条例在还没有修改之前，在密闭水帘的部分是距离猪场是至少要300公尺，修改之后呢，现在是要距离500公尺。它是在我们更新自治条例之前，他提出的申请。
铁片会起来工地当日动工，农业处解释，新设置土牧场管理自治条例伫民国113年9月修改，业者伫112年10月就申请符合无追究以往原则。因为这个是自动化现代的机车，其实在我们这边其实是都闻不到鸡粪的味道。代表业者出面的吴信社为难的表示，业者为着起价舍，已经贷款就千万，面对出面的不满，会继续沟通。农业处回应，虽然自治条例无强制业者开公听会，不过有关会要求业者积极沟通，出示认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站温差真大，各类菜底种是种真紧，种落去阁真好食，煞因为讲种伤济，怎啊直直落价。在咧各菜市场食呢，各类菜大公斤差不多10块尔，也农粮署的呼吁农民，各类菜买种就要分配。天气稳定，加上一下温差大，种植并济各类菜成长真紧，品质阁好，阁加上受8月底到10月初，各类菜种的量达到50垵丁。产期集中伫12月，服务前在咧果菜市场各类菜价销每公斤干来剩10块左右，比去年同期价销了7成。嘛是同款俗，这就俗啦。这若好去就是讲都迄棚，都种较少，物件较少，就口价呢。这要种济种少，无咧联络，无人知影。根据农粮署大宗菜市报证量价强在户境资讯显示，佢菜714年11月底强在量是596万丛，连红色定号属于警戒达的范围，比最近3年同期增加8%。不过采收期伫2月初。比较增加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研拟相关的一些产销辅导措施，那会逐渐的依照我们的品质状况来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启动，我们就先媒合我们加工厂来做一个收购。农粮署表示，透过大宗菜市强在资讯平台，因有2个月了产量做相关产销调节，避免造成价销新贵大变动，包含透过农会直接卖各类菜，2月左右也看情形办理各类菜外销，希望让各类菜维持合理价销。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喷过去拢是交予民间的环保公司送去屏东的市场去处理。不过呢，因为非洲地这外县市即马是已经无爱家人收喷，也花莲大堆的喷呢，即马敢会当暂时蹲伫咧凤林环保科技园区，也这喷要安怎处理，是引起关注。为着要了解花莲喷到底对到偌严重，管委会保安小组特别去花莲环保科技园区勘查，看到现场已经累积上千桶有400多吨的喷，数量真惊人。都灾区啦，可是我们这边厨余场这个道路，我们有把它清出来哦，我们自己全县的厨余要处理。环保局强调，马太阳溪大水灾了后，大量土沙冲伫环保科技园区，造成设备受损，喷场停止几个礼拜，加上全国禁用喷气地了后，原本要挂上屏东的喷也无法度继续这安尼累积。那我们目前规划在半年内，我们大概会新设2套的一个快速发酵设备，跟1套的黑水虻的一个生物处理的模式，来协助我们全县的一个厨余的处理跟去化能力。也毋过，关于认为112年了后，全国拢会禁用喷气地，所以花莲下面临的是要安怎专营企划，加上喷处理费用，互业者感觉压力，要求政府爱重视。目前坊间大约跟这个餐厅业者收费是1公斤1.5块至2块左右。你送到环科，以之前的计价方式要到1公斤2.5元。以上，那当然这中间还不包含这个人事成本、运输成本等等。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收费到底要怎么计价，只能一直载下去，心里就会觉得哇，已经1000多桶在那边了，那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付多少钱。环保局表示，花莲的喷量加好一日大约21吨，输业喷量一日大约40吨。目前环科收获了后，一日会当处理喷的量大约是30吨，收费标准会搁重新评估定价方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空军台东志航基地一只 F-12V 战机执行训练，飞管线向分离，战机全失去控制。甲在飞管有防叫精神，顺利来降落。也外界都关心讲，飞管的防护措施敢会当来加强？空军表示讲，会甲 F-12V 战机按自动防浪地的系统，按算伫咧2008年来完成。
F-16首一个快速伫空中拍一轮，典型上界绕道的机体性能。这是台湾三大主力战机之一 ，F-16保护大爱的领空，做袂煞险险发生意外。空军台东执行基地一只 F-16伫空中执行例行训练，飞行管向容发生指落昏迷，战机即时失控载落来，加载僚机军的改革呼叫，飞行管随清醒，和对顶机做伙降落机场。然后经过我们的调查，这个飞行员在之前的飞行情况都是正常。那上次这个不幸发生这个空中气力昏迷的事件是为第一次啊，针对飞行员在上主力，不管是主力战机或是这个AJT 的部分，都是它的规范，然后都按照这个标准来施训。飞行管在战机内是高动力的环境，高速度恐惊会致使脑部欠氧气来昏迷，所以飞行管要有控制昏迷的能力。空军表示讲，这个飞行管是头一届发生大机昏迷，后续会安排航空生理顶检查，含离身机高精耐力训练，有前飞官过去嘛有大机昏迷的经验。分析大机昏迷的原因，包括身体状况无好，和无注意战机的性能。在带大机的时候，你轻轻的一个手上的操纵动作，极有可能立即就让这个飞机的G力啊，从1个G一直迅速的升到9个G，瞬间你轻忽的G力的产生，在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之下，可能造成G lock。这架 F-16的意外，加载并无任何伤亡。不过2018年，一架 F-16伫归人弄山失事，军方话讲要帮 F-16装自动防浪地系统，不过过几啊年一直拢无进度。空军表示讲，预计2028年会完成。因为我们本军 F-16型机的这个飞控软体还有飞控电脑，跟美军的这个是不同的这个构型，所以我们后续呢，它要针对这个飞控电脑还有飞控软体要做整合跟提升。空军表示讲，2024年开始执行现役的 F-16安装作业，也来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新机出厂的时候会安装防浪地系统，通保障飞行管的飞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造厂水南海鲲号测试的进度是受到各界的关心。海军司令部参谋长邱准英就证实讲，海鲲号的进度确实是慢2个月以上，因为海鲲号无法度照合约伫咧11月底进前交付海军，海军会发贷存慢1天就发19万。已经在11月，这个超过它的这个交件条件之后，现在已经开始计罚。那我们累计它的计罚的天数。在达到交件履验的条件的时候，我们会计算它所有逾期的天数。那这个款项将由它应支付的款项，我们尚未支付部分从中间实施扣除。那这些都依照这个所有的合约来进行。邱准英进一步表示讲，这是台湾第一届打造厂水南考虑贷存的能力。当初合约才有安尼的处罚标准，后续的南存会按照原型南建造进行伫利用条件区的检讨，来做适当的处理。中国一直渗透咱现役退役的军人，根据国防部的分析，中国咧渗透是利用黑道、利用饭店、利用公庙，专找用钱有困难的官兵。官兵愈需要钱，就愈会去互中国来利用。国防部就宣布讲要来办官兵结案的贷款，按算明年1月来实施。中国加强对台渗透，国军这几年发生几两件重大案，亲像香港的丁小二几两摆以马祖交流观光的名义来台湾发展组织，去收现役甲退伍的军人。另外，固收总统卫宪兵，某人去做中国间谍，偷翕机密资料。另外，负责台海前线防卫的马防部，有中枢因为欠钱去互吸收，偷翕联合作战的计划。广播分析讲，中国渗透的手段是百款。利用乌道帮派地下自装饭店公庙，特别向准财务困难的官兵，用借钱的方式来甲因吸收。以网络接触、小额借贷、债务协助、债务胁迫等方式，诱悉拍摄宣示效忠影片，发展共谍组织及收集国军机密资讯等不法行为。国防部表示讲，有将近90件案件是官兵主动检举，也是内部清查来发现。今年统计查到7件中国间谍案，嘛都是强化保密的措施。另外，今年2月建立接入资格认证制度，强化涉密人员的安全控管。还有针对经济困难的官兵，较快互中国利用，讲做国安的问题，国防部开办官兵结案贷款，提供合法税条的资金。剩余逾期6个月以上。
都可以来贷。原则上，我们是在退伍之前，必须要把你的经济贷款的这个相关的剩余的额度要还清。那如果遇到贷款人无法因故无法继续服役的话，我们会依规定请贷款人将余款于退伍前缴回。包括志愿役、一年期义务役，拢会当申请急难贷款。除了税条纾困20万，其他亲像伤病医护、长照产后护理、幼囝双重等贷款上悬60万。广播表示，有计明年已经实施，要来协助国军士官兵渡过经济难关。专心战斗训练的本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年度代表日经过26天，民众就去选，结果出来啊，把这个字以15000票摕到第1名，把正做2025年的代表字。若要用一字来代表2025年这年，你会选什么字呢？是诈骗的诈，兔仔桥林的兔仔，小天的天，也是罢免的罢呢？台湾2025年年度代表字是“罢”字。罢以15000票摕下2025年年度代表字，也那第2名是摕到7500多票的诈，第3名是因。这个投票其实应是开放到前天吧，所以那个投票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那可能我们的读者对于这个大罢免这件事情，他可能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年度代表里反映当年的社会甲国家的情势，受邀请出席的巴黎奥运拳击金牌林孝廷讲，看到2025年的疫，就想到迄个时阵的情形。当时我们可以训练，但就是没有办法出国比赛。疫情时无法度出国比赛，只用个一直训练。冬奥延后1年举办，结果头一件就失败。不过林孝廷无失志，将伫2024年巴黎奥运夺得金牌。今年毋是亚奥运年，伊会按照计划训练，为此伊选的年度代表里时间。一位顶尖的运动员、优秀的运动选手，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意志力，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的话，是很难持之以恒的，就是走到最后，然后可以站上梦想的舞台，甚至站上最高的殿堂，然后最高的颁奖台的位置。今年8月，世界拳击总会颁布规定，独立强制性的性别检测规则。咱拳协已经交到林孝廷的检测报告，不过根据了解，协会拢还未收到回复。林孝廷确实9月世锦赛、11月下旬的年终赛也无参加，对着今年的困境，伊无放弃，也对应着月这里。记者综合报道。也主计总处调整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来到7.37%，每年台湾的人均的这个 GDP 呢是有机会超过4万美金，这个数字有可能会赢过日本甲韩国。好，成绩好看，不过实际上咱的生活敢有感觉？主计总处统计今年1月到10月，台湾是有1半多工，逐个月经常性的薪水是领无到4万。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偌好，数字的讲话，对经济成长率来看，台湾今年是7.37%，是亚洲4小零之首。新加坡4%，香港3.2%，南韩是0.9%。观察人均 GDP 的表现，台湾今年是38066块美金，明年可望头一摆超过4万块美金。日本是37436块美金，南韩是37430块美金，新加坡是93956块美金。不过，这经济表现较好的背后，台湾确实有1半多工，每个月经常性薪水也不到4万。科技应该很容易就达标了，对不对？不过也是要看科技业的就是你的职务相关内容，对，会不太一样。高科技产业的薪水差很多，像我们这种就是自己够用就行了。主计总处测实公布，今年1月到10月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7803块，年增3.08%，是26年来同期上大的增幅。不过比整体平均行业比较低，有小大行业甲餐饮业只有34995块，美容美发及其他服务业是36671块，比整体平均较悬的行业，金融甲保险业是超过7万，专业科学甲技术服务业是超过58000块。经常性薪资一般会增加的话，主要的原因有基本工资的调整、厂商的加薪，那可能也跟工作的日数或时数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产业发展确实是有2极化的现象，你是台积电的工程师，然后联发科的工程师，那你的薪水当然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差不多1000万左右的就业人口，他们产业也没有发展的特别好。
甚至呢有些受到对等关税的影响，现在甚至在衰退。下降指数，台湾就业人口上最就是服务业有700万左右，想要互头家愿意请这全职员工，进一步加薪水老人，优先各路商机是方法之一。来自市场体质好，整体服务业营收提悬，才有法度改善薪水价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也政府禁小红书一档有真侪讨论，会甲小红书和政治的问题绑做伙。也到底是安怎要禁？刑事局表示讲因为小红书伫咧台湾无分公司、无法律的代表人，对咱政府的公文呢是无咧查，拢无回应。也人若用小红书互诈骗，要查是无在调查，会禁毋是因为政治，是因为法律的问题。伫小红书顶面常常当看到用一句话证明你是台湾人的大文，嘛有真侪台湾人去捞话，毋过警政署表示，你若去捞话，就会去互诈骗集团收集个资，最后阁会拄到投资诈骗，有一位潘小姐，伊就是受害者，互人骗120万。因为我是用虚拟货币嘛，他把我的钱换成虚拟的币之后，再把那个币转走。我觉得这是算一个新型的诈骗模式吧。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11月份，小红书平台牵涉诈骗有756件，其中以假网络拍卖、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上侪。针对有国民党立委质疑是安怎来找 IG、YouTube 拢有投资诈骗，政府煞干那禁小红书，刑事局也做出回应。内政部有针对小红书这间公司有询问去上海，拜托因这小红书去定一寡有关诈欺一寡防治的策略，问题到今因拢无回复。有学者表示，面册来至少伫咧台湾有细点，你要调查诈骗，甚至是找负责人，拢有办法。毋过小红书伫咧台湾无分公司，无法律代理人，而且海基会正式发函也无回应，这才是互人禁的原因。正因为诈骗案件存在，我们才要更多公权力能够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所以落地管理才是一个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小红书不配合落地管理，我们给他一些对应的一些管制，甚至是处罚，才是一个比较解决问题的想法。学者指出，因为政府封锁小红书1年，即马真侪讨论会甲小红书和政治问题绑做伙，但这毋是支持中国，也是反对中国的问题，是法律的问题。学者嘛建议，小红书上好会当伫即波压力之下接受台湾的执法，也希望各界会当去思考所谓主权的问题。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讲，嘉义县梅山乡配合中央普发1万块，12月初8开始，全乡18庄头是加发3000，也嘉义市嘛要包红包，按算家己普发6000，上紧伫咧旧历几年进前就领会到。乡公所人员确认户口的资料了后，梅山乡的村民就会当领到乡公所普发基本的3000块，领到这个红包的民众拢真欢喜。会当伫过年进前摕出来，搁增加一寡家用。我这3000啊，来互咱2000啊，多少有点好一点啊补偿吼啊，希望大家有这个领3000的，大家当过一个好年安尼。买3块，搁买厝内用的，可能会用在小孩身上吧。除了家己县梅山乡的普发。嘉义市政府嘛宣布，甲普发的3000块提悬到6000块，高算有26万的市民受惠。这条16亿2000万的预算已经送到议会审议。市长黄敏惠表示，这笔钱是用税给村的部分来办理，不影响市政的建设。我们在这加码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咱得发钱，但是咱买碳钱，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完全加码这6000元完全不举债，而且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公共建设、我们所有市政建设的推动。市政府表示，这笔预算会伫刷落来临时会来审议，若是通过，上紧会伫旧历过年进前就会当发予市民，嘛呼吁市民会当把钱留伫家己市消费，来增加在地经济的活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竹车台湾吊桥今年4月做检测方评定讲危险，要赶紧维修。好，乡公所呢，就赶紧把吊桥封起来，为着安全的是禁止民众来通过。不过因为经费有困难哦，这个吊桥到即马是也未修理好势，怎影响到当地的观光？点头的生意嘛对礼拜。原底应该是观光景点的吊桥，即马煞互阿蒙头护拿甲铁网啊扎起来，边仔阁有禁止通行的告示。新乐关台湾吊桥超过40年的历史，
今年4月，互公共工程委员会公告做危险桥梁了后，到今也未修复，也影响到当地观光。它本来是一个景点嘛，哈，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是会少了一个可以逛的东西了。那条吊桥一停掉了哈，对我们整个商圈而言呢，都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尤其是商圈吊桥对面那几个店家、咖啡厅跟露营区。他们一直都在埋怨说，因为这也是他们很重要的吸引他们的卖点。相关单位表示，台湾吊桥修复工程除了爱换更色，甲吊桥顶悬的房仔以外，还有桥墩，差不多爱开3500万的预算。地方政府表示，这条钱对地方来讲实在有困难。里面它是算极度危险的一个桥梁的，所以呢，为了整个的游客、旅客还有乡亲们的安全，我们不得不做封闭桥梁的这个动作。跟县长来争取一些经费，来配合我们自己的乡公所的公库，我们开公库来协助。我是希望一人一半，所以一人有1500万到1600万。请公所先做初步的检测，以及估算未来施工所需要的经费哈。那因为到目前公所还没有提出资料哈，会邀请公所到县府来开会研商后续的处理事宜。新北县交通署表示，说来期会找乡公所做会开会讨论，只要乡公所提出计划，就当用灾害准备金来补助5万2早予台湾吊桥中横过去的公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高雄这边连接前镇甲凤山重要的车路马祖港桥改建工程头尾3档半，即马总算是做好势啊！要伫咧12月11中昼来全线通车。好，当地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是有够欢喜，拢讲总算毋免阁踅路踅遐远啊。虽然不是上下班时间，不过高雄中山四路要行马祖港桥去凤山的车辆是一台接一台。马祖港桥是连接前镇甲凤山的主要道路，因为桥梁伤旧爱改善，佮加上坐运线要走地下接来遮，地属规个改建工程拢总开3年半。干部局采取一半时间一半通车的做法，无论是做生意的店家，还是逐工出入的民众，拢讲对生活影响真大。上下班时间，大家拢要钱遮，但干那等遮不下早时啊要上下课、学校。上班咧，兼要载囡仔的，规个拢接受这条啊。人要来阮遮做买物件煞，就爱逆向来啊！无所在通互外入来啊！无可能后壁的人佮走去市来，佮过一两遮来啊！真早佮直接开单啊！阮生意变足歹做啊！头家怨叹讲，一条桥做3年半，人客废弃踅路拢走了了，通车是毋是会有改变，需要搁观察。干部局表示，工程加拖1年多，是因为捷运的关系，桥墩需要做第一个改良加强。新的马祖港桥未来往前镇是3线道，往凤山是2线道甲人行道。另外交通路线冇改变，提醒大家爱注意。通车后，交通局规划5甲往前正方向，机车可以直接左转；中山路南下方向，汽车可以直接左转，使交通更加流畅。民众认为通车了后，出入免阁扣一大链，当然是真好。不过车道改变一定爱甲指示做清楚。对此，干部局表示，初期有安排交通队警员甲义交来协助交通指挥，帮助民众适应新车道的路线变化。记者邝家珠、高雄场报道。好，车路做方便，交通规则嘛爱遵守。屏东西仔乡大高线442公里这个所在呢，12月初8有一台货车伫咧双黄线超车刷去撞到同行的奥多摆，驶货车的甲骑奥多摆的2个人，就伫咧现场起冤家去互翕落来，传去到网络。结果网友看到这支警察甲人测酒精，哪像讲做无确实，也警察这边是强调酒测的过程拢符合常识。过6台同行奥多摆的车顶要起步，向一台货车对后壁驶来，就弄倒停伫上头前的奥多摆。姓施的查甫人骑车倒去，人跋倒侧伤。货车的驾驶把车驶到路边停，一落车。我干嘛？对起来！我骂你，你就撞人，对不对？在超过为什么要骂我呢？啊，那里有线吗？那里没有线呐。大家都这样子骑。那里就没有线，你这里有线呢。我没有超，我要转。那你跨越双黄线，你怎么会在我左边？你在我后面，你怎么在我左边撞我？代志发生伫初8早起8点外，西仔乡大高线442公里的所在，大约20台同行奥多摆烧酒佚佗，结果发生车祸。原本单纯的事件，就因为驶出的货车驾驶一落车就大声问啥人夹的，引起双方的争论。
后来车友甲事发的影片放伫社群面顶，嘛有网友质疑警方对货车驾驶做酒测的动作，敢若无解确实。有关民众质疑远景实施酒测程序有疑义的部分，经检视远景的密录器过程均符合警政署所颁定的取缔酒后驾车作业程序。我们也是正常行驶，那到达路口的时候，它发生碰撞，当下也是破坏现场，直接停在路边。那第一时间是下车，直接询问我们说我们是哪一个人呛瞎他。那个外环到那个地方哦，他们好像用挑衅的给我了，他一直追那个我都一直看我，好像说什么事情啊。车子的流量太大，我这车子先开走了。货车驾驶表示，伊只是要倒弯，无注意去弄到机车，是伊的唔对。同行机车车友杨先生讲，针对实施酒测的过程，因已经向警方申诉，后续等结果出来，警方嘛讲双黄线禁止超车，且民众爱遵守交通规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即马是 AI 的时代，都有袂少相片是用 AI 来做。也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就办展览，推出展藏，希望伫个数位时代，互大家感受到摄影伊真实的力量。这是艺术家用翕相机翕落来，揪入一大地当了后加远的相片。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拜三举办展藏展的开幕，希望透过这相片，互民众了解台湾社会变迁，甲发生过什么代志。用16位艺术家，总共200多的作品来记录台湾。第一个展览几乎记录了我们整个台湾从194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很蛮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于是战前了，战前到现在。第二个，这个题目，我想就是一些艺术家已经把摄影本身提升到一个创作艺术的境界。由我们2位 in-house 的这个策展人来帮我们策划这样子一个展览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 in-house 的策展人提出的是一种机构的观点哈，就是我们这个机构的一个观点，他跟外来的策展人提出的观点可能会不一样啊，毕竟他们是最熟悉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东西的人。这个展览有2个主题，一个是写实摄影的方式来记录，另外一个是摄影创作。策展人希望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台湾。在场还有独白这2个面向，并且透过3个不一样的子题，6位摄影家，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对比交织的一个故事走线，来形构出这一档展览。这个展览的核心其实是在讲说，摄影怎么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我们的时代，看见我们的世界。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表示，希望透过这个展览，用艺术家记录的相片、影片，来互参观的民众，也有敢若嘛伫迄个现场的感觉，透过这个作品来感受摄影的力量。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咱的前友邦洪都拉斯因伫咧11月底选总统，咱会知影讲哦，选票的团数系统来告状，即马也是人工咧算票，也选票是已经开出99%，在野2个立场我台湾的候选人领先，也现任的总统卡斯楚就指控讲，这场大选互操作。洪都拉斯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纳斯拉雅的支持者大声喊，唔通作弊，一票一票算。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总统大选到初稿，2名亲代候选人一路领先，也不过双方差距只有42000票，也都是大约1.04个百分点。川普厅的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一路领先，和淡薄落后的纳斯拉雅定赢。进步后，自由党支持者指控选务单位甲国家党伫背后操弄，选举结果初步团数系统造成出现2773张无同款的选票，因为伊认定这中间有作弊之嫌，佮要求一票一票清点。La consecuencia política se siente hoy porque las inconsistencias del TREP han perjudicado a nuestro Partido Liberal. 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在1月30日举行，过程和平顺利。也不过开票作业受到选举结果初步团数系统各种影响，一直到这个月初9才完成99.4%选票的计票。虽然阿斯夫拉淡薄领先，不过其中大约有14.5%的选票出现不同款，所以刷落来搁爱加用时间做特别计票的审查。韩国本届的大选争议，那是这里因为选前川普大力呼选阿斯夫拉，也个威胁，那伊无胜选，美国特别切断对洪都拉斯所有的援助，并对川普干预选情，加上执政党候选人目前只摕到无够30%的选票调查尾。现任总统卡斯楚真不满，伊除了要求宣布这场所有的政变选举无效，更较呼吁民众上街示威抗议。
Pero vivimos un proceso marcado por amenazas, coacción, manipulación del TREP y adulteración de la voluntad popular. Estas acciones constituyen un golpe electoral en curso que vamos a denunciarlo en Naciones Unidas, la Unión Europea, CELAC, la OEA y otros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这场真受外界注意的大选，即马可能要进入延长赛。根据洪都拉斯选委会规定，在2月30以前要宣布胜选者新当选的总统，会伫2026年1月宣誓就职。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立陶宛伫咧12月初9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局指控白俄罗斯伫这几个月是放弃上气球载违禁品过国界来威胁公共安全。立陶宛因的首都这个机场呢，就因为安尼停几若摆，当局就认定是白俄罗斯来发动攻击，希望各会授权军方来采取愈济行动。立陶宛首都维尼纽斯机场最近几日摆停止运作，当局指控白俄罗斯放目走私的人用气象气球载分飞过国界，超过会扰乱秩序，威胁公共安全。内政部长崔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Skelbiama ekstremalioji situacija. Tai dėl Baltarusijos režimo vykdymo hibridinės atakos į Lietuvos teritoriją leidžiami kontrabandą gabenantis balionai, keliantis pavojų civilinei aviacijai. 在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希望各会授权，和军方会当和警方及边防人员做伙执行安全任务，包括限制民众出入特定区域，随时动车搜查车辆，检查民众的证件甲随身的物品，拘捕抵抗者也是嫌犯。维尼纽斯机场执行长巴特库斯讲，过去2个月内，因为气球侵扰，和航管单位被迫关掉空域15摆。超过350次的航班，5万的旅客受到影响。虽然敢占整体空中交通量的5%，不过伤害机场的名声，降低民众的信任，造成真大的损失，民众嘛真不满。The public is very annoyed because of this. I mean, those who don't travel probably not, but those who travel and who flights were affected by this, well, they are really annoyed. 白俄罗斯是否认相关的指控。反倒当讲，立陶宛用无人机在空标极端主义的宣传品，这是挑过的惹事。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讲，因为国家无需要战争，嘛否认发动任何混合式的攻击，呼吁双方爱来谈判。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来讲，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伫咧国联冠军赛投6球，拢无失分，10个三振，佮讲出3支轰人。优秀的表现是第4届去互美联社选做年度最佳查甫运动员，甲拍3球的老虎兹 NBA 拿球球星的詹姆斯同款纪录。佮在以绝对票数入选美联社年度最佳查甫运动员。伫咧47名体育记者投票当中，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日本球星奥塔尼小黑摕到29票，嘛是伊加入道奇队了连续2年入选。甲卡达车的选手阿姆斯壮 NBA 球星詹姆斯刷球命中泰戈伍兹同款，拢是有4届入选的记录。まずその素晴らしいアスリートの中で選んでいただいた、今年の中でもね。選んでもらったっていうのもすごく素晴らしい嬉しいことですし、それだけの歴代の人たちがいる中で、複数回、そういう賞をいただけるっていうのは特別なことだと思うので、今おっしゃってもらった数々の名選手たち。本季奥塔尼攻出55记红不朗，整体攻击指数 OPS 破1，相对流做投手防御率要2.87，尤其是个人的冠军赛关键第4战，投6局都无失分，佮投出10届三振，一场就攻3记红不朗。因为明年3月要代表日本出战世界棒球经典赛，奥塔尼表示，佮无确定会以什么方式来参加。陣業はまだ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出てもいいよっていう許可は一応もらったので、どの程度っていうのは、バッティングサイドも含めてどう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くのか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からまた話し合っていく感じです。有奥塔尼小黑参战，加上日本的第1战就是对着台湾。明年经典赛台湾甲日本的大战受到外界讨论。经典赛海外门票抽选车闸正式启动，了算的到是一定要搁大胜引起一场球迷抢票大战。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18度至24度。
中部地区16度至27度，南部地区16度至28度，东部这边18度至26度，高岛地区16度至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